老闆啊、自己啊、老公啊或者老婆俾錢你哋使，咁你有冇想過老咗咁點算呢？老咗有邊個俾錢你哋使呢？雖然你哋老咗有冇錢使呢，就唔關我事，但係好彩你今日嚟咗 Infinity， 我就可以介紹一個會友俾你哋識，就係、是、你哋老咗有冇錢使都關佢事嘅 Michael 關。有請今日第2位5分鐘演講嘅會友基金同儲蓄 Michael 關。好，各位早晨啊！多謝嘉賓同咁多學術法㗎嘛，大家3月份啦，成年祝各位成年行大運，歲歲安康啊！咁就少少個人簡介啦。咁就小弟喺加拿大就呢個讀經濟同金融嘅出身嘅，咁啊翻嚟香港做嘢之後就喺個香港理工大學就讀咗 MBA 課程啦。咁就睇到就小弟喺各大寶號啦。咁就做一個財富管理、企業貸款、稅貸分析等嘅，咁就財富管理、信貸分析基本上即係譬如中銀香港吸多存款翻嚟咧，咁我就協助銀行去賺錢，就專係做債券分析嘅，咁就所以就我嘅工作啦，咁而家就係萬通保險國際嘅分行經理，咁我團隊咧就包括前渣打銀行嘅師傅啦，同埋嗰個 RM 啊、credit approval 都有嘅。咁呢度都係少少嘅個人簡介啦。咁過往嗰幾年，其實我自己都喺呢個行業裏邊都進修咗相關嘅資格，包括呢個家族財富傳承師啦，呢個認可信託策劃師啦，咁同埋相關嘅資歷嘅。咁亦都係關氏宗親會個永遠榮譽會長，所以姓關就嘅朋友可以介紹俾我啦。關嘅事。咁呢度就少少關於我自己喺 BNI 嘅過往嘅活動啦，咁我就16年入會，咁今年就第9年啦。咁就左上角嗰張相咧，就係呢個 BNI 裏邊一個道具日啦，咁就化身一個拳手曹星如，咁變咗個好特別嘅造型啊。咁就另外就啲歌唱比賽啊，咁呢啲幾年前嘅活動啦。咁另外我都做好多啲社區公益服務嘅，包括啲保單捐贈啊。咁另外都從好多大氣電波同大家溝通嘅。咁好似個ViuTV 空肚講宵夜啦。咁就另外百萬富翁都有出席下啦。咁就飲食男都有做寫嗰啲食評，做過事業嘅專訪嘉賓嘅。咁亦都有個 YouTube channel 叫智叻男女啦。咁亦都有 Facebook 專頁嘅。咁周圍就產量唔係太多嘅。我亦都即係少少生活點滴啦。咁我自己個人興趣，中意食嘢啦，咁同埋都中意周圍去影下相啊。咁另外都譬如去日本啦，我都中意去啲車廠度試駕嘅。咁右上角嗰張就係一個車評人講生啦。咁我有時都會透過我個網絡啦，同埋我好多啲 Facebook 群組啊，都好多意見分享。所以有時啲轉介各方面都會透過我個網絡去做咯。咁就近期熱話啦，咁呢句説話，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咁究竟退休嘅生活係咪由你自己作主呢？咁變咗就呢個哪吒嘅出現，就令大家人反思翻呢樣嘢啦。咁同埋都講翻咧，即係特朗普上場，再度入主白宮啦。咁增加咗個市場不穩定性，咁變咗咧，大家都要關注翻自己嗰個資產配置各方面啦。咁可能啲人之前攏晒啲錢落去買股票，咁但係其實應該都分開幾個錢袋啦，即係一啲就攞嚟投資，一啲就長遠增值，一啲就應該有個穩定嘅現金流嘅。咁所以咧就下低嗰幅圖就講翻，即係每人嗰個投資取向啦。咁個核心其實應該用嗰個自製長俸去做啦。咁包括呢個派息基金啊、終身年金啊，或者呢個扣稅年金有個作用嘅。咁其實呢度或者講翻嗰個派息基金啦，其實嗰個運作好簡單啫。即係譬如入場門檻12500美金啦。咁我諗市場上好多人做1球2球100-200萬呢啲銀碼，因為通常啲人之前中意買車位嘛，咁但係你知車位呢幾年發生咩事啦，都資產即係貶值啦，咁變咗就啲人嘅做法就喺我呢邊做個派息基金，咁一筆過存款，咁下個月咧就每月派息嘅，咁同埋都可以補充少少喺銀行做嘅派息基金同我哋萬通嘅平台有咩分別咧？銀行咧，譬如你做fund switching 即係基金轉換咧。
佢就會銀行會收取你譬如賣出跟住再買咧，佢會收2集嗰個手續費。咁但係我哋就免費做呢個fund switching 嘅，咁呢就有個優勢喺度嘅。咁呢度都講翻，即係我哋旗下貨架有21種嘅派息基金啦。咁可以留意翻咧，就市場上而家7厘至到10厘依幾個範疇嗰啲選擇比較多人做，因為就佢22年就股債匯都表現唔好嘅，咁但係睇翻過往個表現咧都表現亮麗，咁所以就8厘啊9厘啊呢啲就好多人去做，因為個問題係啲人做銀行存款都係短期比較高息嘅選擇點，但係就呢度長遠資產增值咯，每月派息嘅嚇。咁最低嗰隻泰康貨幣基金就佢嗰個債價咧就基本上係好平穩，冇乜點喐嘅。咁因為佢全部投放落去啲定期存款度，咁佢長期派到4厘6、4厘7呢啲水位咯。咁另外就終身年金嗰度就每月有糧出啦，咁就做到槓桿效果咯。咁呢度就越早做越輕鬆啦，做到槓桿效果。整合就講緊係將全香港嘅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嗰個保單整合，個精髓就用翻佢。假設有20年前、10年前，咁可以用翻佢20年前嗰年齡去做整合，咁就係變相係節省咗個保費提升嘅現金價值都可以咯。咁佢都有條件可以發分俾大家睇翻嘅。咁我需要嘅引薦就而家3月份啦，咁就啲人交開稅就知㗎啦。咁3月尾之前咧就做呢個扣稅年金，就可以享有政府額外嗰個扣稅額度啦。咁個人扣稅額度就6萬蚊，已婚夫婦就12萬嘅。咁亦都希望啲朋友有終身有糧出，咁所以就可以介紹俾我啦。保單易靈啦，係啦。咁最後祝大家關關留過關，個成年行大運啦！多謝各位。